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 AI 發聲，配有中文字幕。如果你哋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可以有改進。當然唔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呢集係來自 GB News 嘅報導，一個據報同恐怖組織哈馬斯 Hamas 有關嘅巴勒斯坦尋求庇護申請者阿布華迪。布華迪最近嚟到英國，佢喺網上發極端內容，搞到安全爭議，而佢嘅 TikTok 賬號而家疑似已經俾人封咗。阿布華迪過去曾經喺網上出過啲片，見到佢手持武器，仲自稱係哈馬斯燒車太部隊成員，公開發表針對猶太人嘅言論。對此，英國影子內政大臣范喬斯 Chris Philp 要求政府即刻拘捕同遣返佢。不過，英國內政部就冇透露有冇對佢取行動，只係話會確保國家安全，同時打擊非法偷渡。詳細新聞內容：英國近期爆出一線有關偷渡人士嘅恐怖主義安全風波。一個據報同恐怖組織哈馬斯 Hamas 有關嘅尋求庇護難民阿布華迪 Abu Wadi 嚟到英國，佢曾經喺網上發極端內容，但而家佢用開嘅社交媒體賬號疑似已經俾人封鎖。根據英國 GB News 報導，佢哋試圖登入阿布華迪喺 TikTok 上面用緊嘅賬號，但發現系統顯示呢個用戶已經被封鎖。阿布華迪最近捲入安全爭議，係因為佢據報喺網上發放極端內容，甚至呼籲殺害猶太人。GB News 掌握到消息話，佢係最近幾日搭住偷渡船經英倫海嚟到英國，其中一條 TikTok 片見到佢戴住咖啡椰頭巾，身邊圍住一班住橙色救生衣嘅人，背景仲見到英國邊境部隊嘅船。其實阿布華迪真名叫摩薩卡薩斯 Mossad Belkacem， 佢喺社交媒體都有唔少追蹤者， TikTok 大約有17萬粉絲， YouTube 仲有18.9萬訂閱者，仲透過 PayPal 收取資金。過往佢曾經喺網上發自己手持突擊步槍同用投石器攻擊嘅相片，仲自稱係哈馬斯火燒車太部隊一員。佢喺其中一條片入面公開攻擊猶太人，話自己最大嘅願望就係為真神阿拉而死。對於呢件事，保守黨影子內政大臣范喬斯 Chris Philp 已經發聲，要求英國政府盡快拘捕同遣返阿布華迪。不過，英國內政部就冇透露阿布華迪有冇俾人扣押。內政部發言人只係回應話，根據長期政策，我哋唔評論個別案件或者執法行動，但可以向英國公眾保證，我哋會取一切必要措施，確保國家安全。發言人又補充，我哋致力於結束非法偷渡，確保英國邊境安全，重整庇護制度，令規則得到遵守同執行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